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5月28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暴雷，聊聊中国的房地产。今天最炸裂的消息在房地产圈一个非常大的消息就是王石公开发声。这个凤凰网财经报道近日王石在其个人微信朋友圈发布长文，为万科平稳过渡尽所能，并且王石还说正尝试和万科决策层建立联系。各大媒体都在转发在报道。我为什么说这是地产圈的一个大事呢？重要新闻实际上这个就预示着地产圈叫山雨欲来风满楼黑尘压云压尘尘日催，黑云压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受到这种气息我在网上也找到了王石发的朋友圈的截图，他这个写的还不短。我可以说大部分媒体根本没有读懂王石这个朋友圈的这个长文的意思，所以今天我来给大家讲一讲。很多媒体很多这个房地产圈的人业内人士把王石的这个朋友圈的长文解读为王石要重新出山，要和万科的现在的决策层建立联系，然后要帮万科渡过难关。我认为大错特错。所以我们先来看一看王石这个朋友圈的长文到底说了什么东西。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令吾辈敬佩感动，向何老师缅怀厉宁教授厉伟好样的。为什么要缅怀厉宁教授呢？厉宁教授在咱们国内在学术界他有个外号叫厉股份，也就是咱们国家很多企业股份制改革，那就是厉宁这个力主力推的。当然了，那厉宁教授他就成了这个比如加头老师这些所谓的正能量的这个眼中钉肉中刺。关于厉宁教授我这就不多说了，大家自己可以百度或者自己去看。那么这个王石显然他是借厉宁教授来说话。他的朋友圈里面说缅怀厉宁教授。厉伟好像是厉宁教授的儿子吧，应该是这样的，我记得不一定准他说好样的。然后他下面就写到了他就开始回忆自己。你看呢，他整个的朋友圈里发这文章他起头是缅怀厉宁教授像什么何老师敬佩他，应该是转发某一个东西某个文章或者某个视频的时候写的这么一个长文，实际上就是借个地方说话。他下面说1983年只身特殊专业创业，1年创建万科，88年股份化改造，成为继深圳发展银行第2家股票柜台交易的股份公司。你看看，从立股份很自然的就过渡到他创建万科，很自然的就过渡到万科股份化改造，万科成为深发展之后的第2家柜台交易的股份公司。他下面继续说在万科股份上面政府没有投入1分钱，亦没有贷款担保1分钱，创业4年形成了1200万资产，作价1200万股，就每股1块钱，然后经政府核准，其60%归国家所有，40%归创业者所有。也就是王石跟其他的高管还有员工，他们是创业者他们拥有那40%。王石下面也说民之为道也，有恒长者有恒心，无恒长者无恒心。他说对我而言，通过股份化不仅解决了所有产权的问题，还明确了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没有股份化改制，万科不可能发展为世界500家知名企业。你看看又说到了万科也就是王石借这个来把这个万科的来龙去脉、股份化改造他的股份怎么来的，对吧？他那个原始股，他的钱怎么来，他都要借这个文章他要把它说清楚。他说万科上市当天，我公开声明放弃个人拥有的股权。他放弃的股权有多少呢？这笔股份在2020年市值52亿人民币。他说他一把捐赠给清华大学公益基金会，创建了清华万科公共卫生健康学院。就是王石说把他个人的价值52亿的人民币的这个万科的股份全部捐给清华大学了。然后他下面接着解释说需要说明万科企业股诞生后，每年分红所得除了用于购买新股之外，剩余资金用于补偿资助88年股改时的万科在册员工。顺便提一句，1988年至2020年期间，我
没有从企业股的分红中获取过1分钱。名和利上，老王选择了名。2017年我从万科退休，就是2017年不是发生了那个宝万之争嘛？野蛮人对吧，在市场上要搜集万科的股票，要入主万科，所以这个后来万科就由这个深圳地铁啊进入，成为第一大股东。那么王石就从万科退休。这个王石接着说啊，他说在外界看来，王石就是万科，万科就是王石。我认可，万科是我创建的，制度是我建立的，团队是我培养的，接班人是我选择的，岂能推卸对万科应尽的责任呢？王石表明他的心态啊，他过去万科是我创建的，制度也是我建的，等等啊，他的接班人也是我选的。现在虽然我退休了，但是这万科有困难，我岂能推卸对万科的责任呢？你看看啊，然后他下面说啊，正在尝试和万科的决策层建立畅通的联系，为万科的平稳过渡，为保护广大投资者、万科合作伙伴13万员工的福祉而尽所能。他下面是转发的是注说，1980年厉以宁教授提出股份制企业方案，主张通过民间集资解决就业问题。这一观点成为高层会议中关于股份制首次公开倡议之后，厉教授被经济改革的大潮中尊称为厉股份。媒体把重点放在王石要复出啊，王石现在74岁，退休都已经这7、8年了，又是登山，又是皮划艇，对吧？又是直播带货，又是代言那个什么汽车，又是卖什么燕窝，不亦乐乎啊！现在突然凭空对吧，平地一声惊雷啊，他要复出，他要跟这个万科现在的决策层建立畅通的联系，这个实际上是个误解啊！我认为万科现在遇到的问题，那不是王石能解决的。简单点说啊，神仙来了也没用，谁能救万科啊？韭菜，对吧？韭菜和他们的7大姑8大姨能救万科，只有韭菜踊跃的去买房，这万科才能得救，否则的话都只是延缓。这个我在是不是2年前就已经开始说了吧？你只能延缓。王石他能不知道这些吗？万科目前的困境是现金流出现问题，对吧？盖好的房子去化慢，卖不掉。当然了，他恐怕也有管理上问题啊。你管理上这些问题都是小问题都就不是主要矛盾，对吧？他这主要矛盾还是房子卖不掉，而且在手上的这些资产都在贬值，而你的债务是刚性的，对吧？1分钱都少不了，该抵押的都抵押了，能处理能卖的都卖掉了，现在只能靠大股东借钱给他输血。我想这些王石作为一个对吧，这个房地产圈里面的一个，他比谁都清楚。那他为什么发这个长文呢？在我看来实际上他是在为自己辩解，因为现在万科遇到了困难，万科面临着暴雷，万科最主要的是他拖累了深圳地铁，拖累了他的大股东。深圳地铁在万科这儿投资这个就是股权这种损失再加上他的借款，恐怕这个数字是天文数字而且即便这个深圳地铁在救，依然看不到这个前景，而且也不知道要还往里扔多少钱。那么大家知道这个时候，因为它涉及到国有资本到深圳国资委那现在外界首先第一个，你万科有没有救？会不会像恒大像那个碧桂园一样暴雷没救了？第二个，万科没救了，那国有资本损失，国有资产流失，这个账怎么算？第三个，那当初谁拍板呢？谁决定，对吧？在宝万之争的时候，深圳地铁进来接盘，这个也要问责了。那第四个，那就是人家就会问王石当时在里面起什么作用？这种质疑的声音不会断的，而且现在随着万科越来越困难，这种质疑的声音是越来越强烈，那是必须的。所以你看这个王石发的这个朋友圈的长文，从头到尾都在为自己辩解，对吧？他在说，我首先这个万科是我创立的，但是我没有要1分钱股份全部捐出去了，对吧？然后后面这个分红，我个人1分钱没拿，全部用于这个什么职工这个补偿，这个像极了恒大暴雷以后这个许家印，对吧？他也发文隶属自己做的贡献，这还记得吧？我记得我以前做过节目，是一个春节许家印向公开喊话公开向有关部门喊话，他隶属自己这么多年为国家做的贡献。第一个，他恒大集团交了多少税；第二个，恒大集团给银行创造了多少利润，就是他借了银行的钱给银行付利息；第三个，他恒大
给这个养活了多少万员工，提供了多少就业机会啊。第四个，他恒大给地方政府，对吧？就是买地啊，交了多少钱？完了之后，他又说，我现在剩下的手上的资产，在建的项目和已经建成的项目值多少钱？哎，完全可以这个用于保交楼，也就是他没到资不抵债的地步，没给社会造成什么大的漏洞窟窿。但是我说这个徐家印恐怕已经感觉到危险来临啊，他在为自己喊话，他在自证清白啊。所以你对比一下啊，王石恐怕他有预感，无形的压力像泰山压顶一样已经来了，所以他通过朋友圈公开喊话。他喊话无非就是表达2个意思、3个意思吧。第一个就是我创立的这个万科问心无愧，对吧？我没有乱搞，我把所有的股份我还捐出去了，巨大的利益啊。第二个，即便现在万科这样子需要我帮忙，需要我擦屁股，我马上义不容辞，对吧？我现在甚至主动的联系这个万科的决策层，实际上跟他没关系啊。我举个例子啊，我现在主动的跟中国石油的决策层联系，我帮中国石油啊扭亏，你说人家搭理我吗？中国石油跟我有啥关系啊？人家是央企啊，对吧？王石你已经退休了，退休7、8年了，完了之后你在万科也没股份，对吧？你这是离职手续都办完了，你这时候说我要再回万科，怎么可能呢？万科这个大股东都是深地铁啊，所以说啊，这个王石想要回到啊，帮他跟那个万科的啊决策层联系，不是要回到万科，而是说我尽我的所能啊，现在留下这么一个烂摊子，现在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我义不容辞，责无旁贷。虽然跟我没关系了，但是我依然会，对吧？尽我所能，我来帮助万科。你看看啊，我记得我在春节的时候啊，这个深圳地铁把万科的这个管理层全换了，对吧？深圳地铁入主万科，我就说了，这个恐怕要开始算账了。咱们有一句话叫倒茶30年，现在大家都要免责，对吧？这么巨大的一笔投资得追责啊！你不能说如果万科出问题了，那么深圳地铁这笔投资不就打了水漂吗？深圳国资委这不巨大损失吗？那难道没人负责任吗？所以作为万科的创始人王石，作为这个保万之争当时的最主要的决策者王石，那一定有很多，对吧？在外界看来一定有很多秘密啊，甚至有很多交易啊，所以他只能啊站出来自我辩解，这是我认为的啊。所以我们要通过现象看本质，本质呢就是王石他已经感受到了这个巨大的压力啊。我们再想象一下啊，好像是去年还是前年，网上有小道消息，但是这些都是未经证实啊，小道传言，对吧？某科的董事长要寻死觅活啊，但是我分析完全有可能，现在对吧？王石出来发这样的长文，某种程度上啊，他就是在辩解。所以我说啊，这个房地产行业这真的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啊。许老板现在在里面蹬缝纫机，可以很明确的说啊，蹬缝纫机的不会只有许老板一个人。如果你再联想到啊，这个万科的前副总裁叫祝久胜，对吧？已经进去了，正在蹬缝纫机，那你就知道这个火烧到王老板也有可能啊。说了说去就是万科现在啊陷入困境，这个责任谁来负呢？这个锅谁来背？你再联想到很多干部啊，对吧？退休10年了还被查，对吧？没有什么不可能的啊。所以我读完这个王石的这个朋友圈的这个文字啊，我感受到万科恐怕是越来越难了。如果你再结合一下这个最近，对吧？万达的王老板王健林，对吧？你就知道有多难，对吧？这王健林这卖万达都卖了好几年了，最近一次打包48个万达广场卖掉了。但是他是不是日子好过了呢？并没有啊。每日经济新闻报道啊，说业内普遍认为，此次交易回笼500亿元资金，将显著缓解大连万达集团的流动性压力。面对如此艰难的现实处境，一个尖锐的问题摆在眼前：王健林还有多少资产可卖？尽管此次一次性抛售了48座万达广场，但万达手中仍握有大量资产。万达的核心资产是万达广场。根据大连万达商管官网的信息显示，截至2024年底，万达在全国开业513座万达广场，商业运营总建筑面积7090万平方米。据市场测算，这500多座万达广场估值超过8000亿元。不过，在拟上市的平台珠海万达商管体系外，王健林只有140座左右万达广场可供变现。这或许也是在相继出售了数十座万达广场、万达酒店管理等资产
产之后，留给王健林最后的筹码。在这场关乎生死存亡的突围战中，万达能否打破困局，逆风翻盘？至少如今这500亿资金落地后，可解万达燃眉之急。这个说法我觉得值得商榷啊，也就是卖了48座万达广场，说能回笼资金500亿，那他500亿他本身还有负债啊，他这500亿多少要还自身的债务，那留下的现金流能有多少，对吧？这是个问题啊。万达最大的问题是现在经营能力在下降，对吧？营业就是盈利能力就应该是断崖式下跌，线下这个商超，对吧？商场客流量本身就在断崖式下跌，现在本身就是消费在低迷啊，连那个消费降级的那个拼多多，好像公布了这2024年业绩吧，利润达不到预期，好像利润暴跌40%几。我们再看个新闻啊，这个今天有很多媒体报道，格隆汇还有财联社报道什么呢？说不论男女，年满22周岁就分房，山东一村免费为适龄青年分配楼房。根据齐鲁网、闪电新闻报道说山东省沂南县南村社区举行第11批免费青年楼房分配仪式，6名适龄青年每人分到100平方米的楼房。南村社区从2009年开始免费分配楼房，免费享受分配楼房需要2个条件，也就是什么人可以分配免费的这个楼房呢？你满足2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就是必须是本村村民，第二个是现年满22周岁的青年。他这个规定执行了多长时间了呢？16年。说16年来南村社区共免费分配楼房218套，在我们村里不管男女，只要到了年龄就分一套房，俺今天就分到了称心如意的房子，分房公平公正，俺很知足。今年22岁的南村社区女青年车浩拿到了新房钥匙后格外满意这是齐鲁网闪电新闻报道的免费给村民分房，也不让我想起了这个华西村呢。我也不知道这个沂南县南村社区是干什么的如果他们自己赚的钱，对吧？他们村集体通过什么经营活动赚了钱给这个村民分房，我觉得可以这个值得提倡。但是千万不要搞成华西村实际上像北京、上海、深圳、广州，也就是这个大城市他们附近有些村庄由于这个城市摊大饼发展太快，就把很多村集体都包到城市里面去了。但有的村集体呢，它这个比较有商业头脑就通过土地出租土地什么变现等等或者办企业搞什么园区，然后他们每年收入还不错，然后拿这个收入给村民分红一年不少分。好像北京就有这样的这个村集体，这是特殊原因造成的它可不像这个华西村到处借钱贷款，人家就是资产，对吧？就因为在变成城中村嘛。我觉得这个如果是真的是他村集体有这个善于经营，有这个经营头脑赚了钱，那赚了钱给村民盖房分给村民，我觉得这个没什么好说的值得提倡。但是千万不要要来讲故事让全民买单最后一地鸡毛。最后我们再看一看这个今天每年一度的这个叫新一线城市魅力排行榜揭晓。第一财经日报报道说通过商业资源聚集度、城市枢纽性、城市人活跃度、新经济竞争力、未来可塑性这5大一级维度，就通过这5个维度综合评价城市在最近1年中的努力与成就。那么这个2025年新一线城市魅力排行榜它什么叫新一线呢？那就是原来的那一线就是上海、北京、深圳、广州，这是老的一线城市，它又排了15个新一线城市。哪15个呢？依次为成都、杭州、重庆、武汉、苏州、西安、南京、长沙、郑州、天津、合肥、青岛、东莞、宁波与佛山。这个新一线城市魅力排行榜它已经搞了10年了。根据它这个排行榜的变化实际上也能看出这些城市经济的发展一个情况。对年轻人来说有一定的这个指导意义，就是你毕业了之后或者你找工作你往哪儿跑。不过看这个排名我觉得很有意思我的印象里面第一个新一线城市这个合肥脱颖而出，不太容易实际上它这个魅力排行榜它下面还有很多排1线城市新一线城市15个，2线城市排了30个，3线城市70个，4线城市90个，5线城市是128个名单我就不念了。这个
个合肥啊，居然排入了新一线城市，所以这个合肥的成就还是不小的啊，这些年变化比较大呀。成都啊排到了杭州之前，这个恐怕啊过气网红城市杭州啊应该是不服的，意难平呢。第二个比较尴尬的是什么呢？我随便看了一眼啊，我觉得比较尴尬的是山东的济南，这个济南排到2线城市去了，山东的青岛却是新一线城市，这就比较尴尬了，对吧？济南是省会城市啊，结果它排在2线，哎，同样是山东的一个城市青岛，现在是新1线，比较尴尬的啊。还有这个安徽，安徽为什么尴尬呢？就安徽它新1线城市有个合肥，然后安徽剩下的那些城市啊，居然没有一个是2线城市的，也就是它是断档了，排了一个新1线，2线城市30个里面没有一个安徽的，然后安徽剩下的城市都是主要排在3线城市。你比如说啊，这个阜阳、安庆、蚌埠、芜湖、马鞍山、滁州、亳州、宿州，统统的排在3线城市，还有4线、5线的，这个也能说明问题啊。是不是说明了安徽它就玩命的搞一个城市合肥？这也从侧面说明安徽的发展它是脱节的，合肥是一路高歌猛进，其他的地方都在拖后腿，那只能这么认为啊。然后啊，我还看到了网红超市的所在地许昌是排在4线城市啊，也就是比安庆、比这个芜湖啊还要靠后啊。我看这个安庆已经够惨的了，还有许昌居然排在安庆后面，安庆是3线城市，许昌是4线城市，庙小妖风大，池前王八多。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